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新北市受到这个幼稚园群聚感染的影响，这个高中级以下，包括着公私立的幼稚园在内，到昨为止有16间的学校，7369个学生依风性来停课。好消息是，这个幼稚园的群聚感染无来扩大。经过 PCR 的采检，7454个人全部拢是阴性。今仔日有13间的学校恢复上课，不过也是有3间学校2100多个学生继续来预防性停课。早起这家长是陆续带囡仔到学校来上课，虽然讲这个体检拢是阴性，也毋过这多多少少也是会担心。早起也未8点，真侪大人已经带囡仔要来读册啊！恢复上课头一天，又有家长会烦恼。多少都有，可是我觉得就是自主的管理比较重要，请他们多洗手，然后口罩戴好，然后背包里面都有帮他放那个干洗手液。会啊，一点点就是洗手，然后叫他们口罩就是只有吃饭的时候再拿下来。家长传真的防疫技师，校方同款是高规格防疫。要入校量体温，今天中午用餐，还有下午也都会在持续的透过量体温的动作来监控小朋友的身体状况，2%到3%这个范围，就是还有部分的孩子是请防疫假的。好消息是，体检拢是阴性，才恢复上课。毕竟Delta变种病毒一日来，为防疫社区发生群聚感染，9月7日紧急通知停课。至到总共16间学校预防性停课，有7369个人。今日体检阴性了，恢复上课。有3个学校2149个人预防性停课，请假有4399个人。学校的疫情我们需要快速的匡列、隔离跟裁剪。所以，为了有效的阻断校园传播链，被匡列居家隔离者在采检期间就读学校的班级、补习班及安心班，都需要预防性的停课。新北市政府一直提出呼吁，看这个办事，这个传播链已经切断去啊，无好校园的传播链继续扩大。